係咪先？咁啊，而家係我嘅巔峰。不過下一個演唱會可能更癲，都未定嚇。咁我本身都係一個癲癲地同埋瘋瘋地嘅人嚟㗎，所以咧就冇乜問題啦嚇。咁啊，每一個階段咧，我都會將我自己嘅巔峰咧顯露出嚟嘅，所以大家放心嚇。咁啊，首先喺度歡迎大家嚟到張學友嘅60加演唱會先啦嚇。咁今日咧就係我嘅60加演唱會咧第254場。咁啊，亦都係我哋今次重返澳門啦。點解話重返澳門咧？因為其實我哋呢個演唱會咧由澳門開始㗎嚇，喺2023年嘅6月9號啊，係喺澳門第一場開始我哋嘅演唱會㗎。所以翻嚟澳門再做咧，嗰個意義係有相當之唔同嘅意義㗎。個感覺就好似哇，走咗好耐，又翻嚟啊！可以再翻嚟同大家見面咧，係一件非常之愉快嘅事啊，亦都係好開心嘅事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喺澳門我係講廣東話啦，就簡單好多啦，對我嚟講。咁啊，所以好多嘅好開心嘅事啊！咁啊，希望今日咧，大家入到嚟咧，亦都可以好開心咁樣喺度陪我一齊度過呢個晚上，好嗎？好。其實咧，每次翻到嚟澳門啊，或者喺香港咧，都有啲擔心嘅，因為咧，本人咧就由1984年咧就喺香港出道啦，咁香港同澳門啊都非常之近嘅，咁咧就可能大家對我咧都係太熟悉啊，熟悉到咧即係我鼻涕你都見過，爭啲去廁所你都見過啫嘛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咧，可能大家見到咁熟嘅朋友咧，亦都冇乜反應咁樣㗎。咁我好驚。